药师伫小小的空间内面，无用到配药啊、调剂，拢非常细腻。不过受到疫情影响，每一间病院拢拄到药师请无人的状况。病院爱轮班嘛，吼，咱有小夜，咱有大夜，咱有急诊。药师的调剂工作量会明显的跟其他的职类，譬如说像社区的局啊，还是一般的诊所的，以这工作的量，这个负荷会比较大。高矮工作环境，加上连锁药局、诊所抢人才，基于病院甲5-6万的薪水，起到7万5。另外，新台北医虽然只有6万，也毋过3年前陆续引进 AI 自动化设备，会当自动分配药啊，降低药师的工作负担。这些设备可以 cover 我们1/4的工作量。药师有没有少？其实我们只是重新分配药师应该要做的事情，去思考说你们整个的医院里面的一个药师的一个管理制度啦，环境啊、职业场所啦，对，或者是最主要是薪水啊。药师当然现在很抢手，他当然会比来比去的。台南市药师工会呼吁病院要重新检视工作环境。当时嘉南药理大学药理学院院长认为，健保制度嘛要改善。药师的一个给付都是靠你调剂一张处方签，那你有多少钱？这不对，他有很多专业的地方，比如说他有专业性的判断，那他还有咨询费用等等。根据统计，全台药师3万多人。伫病院服务的只有8000多人，其中台南市药师职业登记大约3000人。不过病院配置算咧，其实无欠药师，只是还阁要为各方面重新检讨，把人才留在病院。台南新闻所在采访报道。